好，来乡亲继续来讲，诚品画廊成立31年了。最近为台北市诚品信义店搬到松山文创园区，重新来开幕，搭配时事，推出以翠暗艺术为主题的展览，邀请到12位的艺术家，伫翠暗的面顶来印制各种无同款的作品，用一个创意，这个翠暗嘛变做艺术品。 红色苹果，查甫囡仔大喙加落去，艺术家松浦浩之的作品，即马变流行的翠暗，还佫有活泼的线条和温和的色调。雕塑家郭旭达的创作嘛，直接印伫翠暗顶管。 有12个艺术家的12件艺术品，我们把它做成艺术口罩。那很有意思的时候，现在艺术家也群聚在这个地方。诚品画廊搬到松山文创园区了后，5月23重新开幕，为了配合着时事，推出以翠暗为主题的展览，展出少年艺术家因充满着创意的作品。虽然诚品画廊已经31年啊，但是现场的气氛感觉真年轻。 我们想要做的是第一手的资料、第一手的艺术的发掘跟第一手的市场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原创的，然后发现新的艺术家的一个最棒的画廊。诚品画廊搬到那个松烟诚品这边，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松烟诚品这附近就是聚集了很多展览跟文化。艺术翠暗展览会到6月14为止，若是有兴趣，会当挂翠暗去细细看看咧。